香港人留港定移民，呢屆港青嘅選擇焦慮，脫口蘇同你傾明白。各位觀眾晚上好，好耐冇嚟香港演出，一落機就被朋友拉住問：喂，你覺得我應該留喺香港，定係影去加拿大好啊？我當時就懵咗，我話我一個內地嚟嘅，點解變咗你哋嘅移民顧問㗎？後尾先發現，而家香港嘅茶餐廳、健身室，甚至幼稚園門口，都喺度傾呢個話題，留港定走，變成咗比聽日食叉燒定燒鵝更難嘅選擇題。今日我唔講教條，就用脫口蘇嘅方式，將呢件事嘅是是非非傾透。先聲明啊，我唔撐任何一邊，始終每個人嘅選擇都有自己嘅道理。我淨係一個氣氛組分析員咋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點解而家咁多香港人糾結移民。我問過一個準備移民澳洲嘅朋友，佢話香港節奏太快啦，我想找個地方躺平。呢句說話我信，香港嘅節奏有多快？朝早8點嘅地鐵，人人都好似被按咗快進鍵。你如果行慢少少，後面嘅人用眼神都可以推你去尖沙咀。我有次喺中環趕時間，差啲將手上嘅菠蘿油甩到前面阿叔個頭度。阿叔回頭望咗我一眼，冇鬧我，反而話：後生仔，趕返工啊，快啲啦，唔好遲到。你睇下，連生氣嘅時間都冇，呢個就係香港嘅日常。除咗節奏快，住屋問題都係一大難題。有個笑話係咁講嘅：喺香港擁有一個大露台嘅單位，相當於喺上海擁有一套江景房，喺北京擁有一套4合院。我識一個家庭，一家3口住20平米嘅房，小朋友做功課要趴喺餐桌上，大人瞓覺要拉簾子隔出房間。朋友話：我移民唔係為咗自己，係想小朋友可以喺客廳度跑2步。呢句說話聽落心酸，但都係好多人嘅真實想法。仲有教育問題，香港嘅升學競爭有多激烈？幼稚園就要面試，小學要叩門，中學要拼 DSE， 大學名額少得可憐。有家長為咗讓小朋友入好學校，報咗7、8個興趣班，週末比返工仲忙。我朋友話：我唔想小朋友一世都喺內卷裏面過，外國嘅教育會唔會輕鬆啲啊？呢個想法冇錯，但我要潑啲冷水。外國嘅教育都唔係躺贏，語言關、文化關，個個都係難關。當然，想移民嘅理由仲有好多，比如想體驗唔同嘅生活，想俾家人更好嘅醫療保障，甚至淨係想轉個環境透下氣。呢啲理由都好真實，始終邊個唔想過得舒服啲呢？但反過嚟諗，留喺香港就真係唔好咩？我識一個喺香港做餐飲嘅老闆，疫情期間生意差到差啲執笠，但佢都冇走。佢話：香港係我嘅根，我嘅客人，我嘅朋友都喺呢度，走咗我就咩都唔係啦。呢句說話好戳心。香港有咩好？首先，方便到拉滿，24小時便利店周圍都係，半夜肚餓可以買到魚蛋、燒賣，落雨可以喺商場裏面行半個鐘唔會淋到雨。我喺外國待過一段時間，夜晚8點之後街上就冇人啦，想買瓶水都要開車半個鐘，真係好屈機。其次，香港嘅就業機會仲係好多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嘅金融、法律、會計行業都好成熟，對於有能力嘅人嚟講，發展空間好大。我有個做投行嘅朋友，每日加班到凌晨，但佢話喺香港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可以賺到錢。如果去咗外國，我嘅專業可能都用唔上。呢都係好多年輕人選擇留喺香港嘅原因，機會多，賺錢快。仲有香港嘅美食，呢一點一定要重點講。早茶嘅蝦餃、燒賣、鳳爪，午飯嘅叉燒飯、燒臘拼盤，晚飯嘅海鮮大餐，宵夜嘅雞蛋仔、缽仔糕。喺外國，你想找一間正宗嘅茶餐廳都好難。我有個移民美國嘅朋友，每次返嚟都要連食3日早茶。哇！喺美國最掛念嘅就係呢個味，美食都係一種鄉愁，係咪先？而家講下大家最關心嘅是是非非。首先講下移民嘅行。好多人覺得移民咗就可以躺平，但現實往往好殘酷。我有個朋友移民去加拿大，原本想找份輕鬆嘅工作，結果發現語言不通，找咗3個月先找到一份超級市場收銀員嘅工作，人工仲冇喺香港做文員高。仲尷尬嘅係文化差異，佢鄰居係外國人，每次見面都要熱情擁抱。佢話：我一個香港人，真係唔慣同陌生人貼咁近。仲有醫療問題，
外國嘅免費醫療聽落好好，但排隊可以排到你懷疑人生。有個朋友喺澳洲感冒發燒，預約醫生排咗1個禮拜，等輪到佢嘅時候，病都自己好咗。再講下留港嘅難，除咗前面講嘅住屋同競爭壓力，香港嘅生活成本都好高，一碗雲吞麵要50幾蚊，一杯奶茶要30幾蚊，隨便食餐飯就要幾百蚊。我有個剛畢業嘅年輕人話，我每個月人工2萬幾，租屋就要1萬，再加埋食飯、交通，根本存唔到錢。呢都係好多年輕人焦慮嘅原因，努力返工，卻好難實現安居樂業。仲有人話香港嘅社會環境變咗，唔及以前自由。但我想講，任何地方嘅發展都需要適應過程。國安法實施之後，香港嘅社會更穩定，治安都更好咗。我今次嚟香港，夜晚11點喺街上行，一啲都唔驚。以前香港嘅亂港分子搞破壞，影響咗好多人嘅正常生活，而家呢種情況冇咗，大家先可以安心返工，安心生活。自由唔係為所欲為，而係喺法律框架內嘅自由，係咪先？其實留港定移民冇絕對嘅對與錯，只有適合唔適合。我總結咗幾種適合移民嘅人。第一種係已經實現財富自由，想找個地方養老嘅人。第二種係對生活節奏要求唔高，中意慢生活嘅人。第三種係小朋友仲細，想讓小朋友接受西方教育嘅人。而適合留喺香港嘅人呢？第一種係有野心，想闖事業嘅年輕人。第二種係離唔開香港美食同方便生活嘅人。第三種係家人朋友都喺香港，唔想離開熟悉環境嘅人。我仲有個朋友用咗折中方案喺香港返工，將家人送到外國生活。佢話咁樣又可以賺到錢，又可以滿足家人嘅需求。雖然辛苦啲，但都係一種選擇。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喺度嘗試呢種跨境生活，週末飛外國陪家人，禮拜一再飛返香港返工。累就累啲，但起碼可以平衡兩邊嘅需求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香港一句俗語：山不轉水轉，水不轉人轉。無論係留喺香港定係移民海外，都係為咗過得更好。冇必要貶低任何一種選擇，亦都冇必要羨慕別人嘅生活。留喺香港嘅人唔好覺得移民嘅人逃避現實，移民嘅人亦都唔好覺得留港嘅人唔識享受。每個人嘅處境唔同，選擇自然都唔一樣。我仲想對年輕人講，唔好被別人嘅想法影響。而家好多人都跟風移民，覺得別人都走咗，我唔走就蝕咗。但你要想清楚，你移民係為咗咩？係真係中意外國嘅生活，定係淨係想逃避香港嘅壓力？如果係後者，我勸你謹慎，因為逃避解決唔到問題。到咗外國，你一樣會遇到新嘅壓力。反過嚟，那些留喺香港嘅年輕人，亦都唔好被焦慮纏住。香港嘅發展機會依然好多，國家亦都大力支持香港嘅發展。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為香港帶嚟咗好多新嘅機遇。只要你有能力、有想法，喺香港一樣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。與其糾結走唔走，不如將時間用喺提升自己身上。你變得優秀咗，無論喺邊度都可以過得好好。最後，我想講下我對香港嘅感受。我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，就被呢座城市嘅活力吸引咗。佢既有國際大都會嘅繁華，又有老香港嘅煙火氣。雖然佢有好多問題，但依然係一座充滿魅力嘅城市。無論係留喺香港，定係移民海外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尊重彼此嘅選擇，亦都希望香港可以越來越好，讓每個生活喺呢度嘅人都可以感受到幸福。好啦，今日嘅脫口秀就到呢度。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係你會選擇留喺香港，定係去其他國家生活？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。